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印度的总理莫迪宣布大选胜利，要做伊的第3任期。不过，根据官方的资料，伊所属的印度人民党一共摕到240席次，对比2019年大选的303席次是大大减少。这就代表伊未来就要靠其他的政党支持，做伙来做来过。 伫选前，讲要甲543席内面的400席摕到，不过结果出来差真多。但是印度总理莫迪依然是摕到第3个任期。伊讲，印度选民对伊的政党，甲由伊所领导的国家民主联盟，拢真有信心。दुनिया के सबसे बड़े लोकतंत्र की जीत है。 莫迪的胜选是印度第1任总理尼赫鲁了，第2遍有印度领导人摕到3个任期，也是印度人民党自2014年执政到即马，第1遍无靠着家己一个党摕到多数席次，印度人民党摕到240席，比2019年大选创纪录的303席少真多。也就是讲，莫迪将靠有党的支持，才有法度做内阁。对73岁莫迪来讲是正大考验。 अंत में मैं आपको कह दूं कि इसको बचाने का काम हिंदुस्तान के सबसे गरीब लोगों ने किया है。 虽然无顺势，不过莫迪讲会做到选举的承诺，将印度的经济自目前世界第5大经济体带到第3名，推动国防生产，增加少年人的就业机会，提高出口，帮助农民，为杜拼这款责任。अब इलेक्ट्रॉनिक्स, सेमीकंडक्टर और ऐसे नए सेक्टर्स में और तेजी से काम किया जाएगा。 那反对党是批评伊的经济表现有好有歹，施政两极化。批评人士认为，印度的民主制度在莫迪领导下白卡白手，伊用强硬手段压制政敌一个独立媒体，并且镇压无共意见的声音。那印度政府是反驳这个讲法，并且讲印度的民主正伫咧蓬勃发展。另外，伫咧股市一直创新高的时阵，少年人的失业率也愈来愈悬。 因为经济繁荣受到好处的人只是少数，也有真侪人是真不满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